唔知大家有冇試過，晏晝1點鐘喺觀塘開源道頂住個大太陽，同幾千個打工仔一齊逼入工廠大廈，就係為咗搵一碟熱辣辣、有鑊氣嘅乾炒牛河。你坐低落單，點知不上3分鐘，碟牛河就端到你面前。你夾起一筷子，色澤均勻，條條河粉都上晒色，牛肉又夠嫩，但係當你放入口嗰一刻，你突然之間覺得有啲怪。呢種怪唔係話佢難食，相反，佢調味好準確，準確到好似用天平磅過一樣，每一啖嘅鹹淡度完全一模一樣。但係你硬係覺得少咗啲嘢，少咗嗰種以前喺大排檔或者老字號茶餐廳，師傅用幾斤重嘅生鐵鑊，烤大個猛火，轟隆轟隆咁炒出嚟嗰種帶點微燶、有靈魂嘅鑊氣。為咗搞清楚呢個謎團，我前幾日專登約咗一個喺觀塘開咗中菜館超過20年嘅老友老闆阿明。阿明今年55歲，由1990幾年開始就喺廚房入面打滾，由一個倒垃圾、洗大鑊嘅學徒，做到今時今日擁有自己嘅餐廳。我想同佢行入廚房打個招呼，點知行到廚房門口，我成個人呆晒。以前入中菜館廚房，未入門口就已經聽到夾夾夾嘅鐵鑊敲擊聲，廚師大汗淋漓咁大喊起菜，成個空間充斥着豬油香同火焰嘅熱力。但係嗰日我見到嘅觀塘中菜館廚房，竟然靜到有啲詭異。廚房入面冇晒嗰種大火高溫嘅熱浪，反而開住好勁嘅冷氣。最令我震驚嘅係，入面竟然冇一個着住白色廚師袍、手執大鐵鑊嘅大廚，取而代之嘅係一排排閃閃發亮銀色嘅不鏽鋼機器，外形好似一個個橫放嘅小滾筒，喺度無聲咁轉動緊。一個大約20歲出頭，着住便服、戴住無線耳機嘅生面口後生仔，手腳麻利咁將一包包晨早真空包裝好嘅配料同醬汁撕開個口，倒落去嗰個轉緊嘅機器入面，然後喺操作面板上面冚咗幾下。不到2分鐘，機器發出卜卜兩聲，自動傾斜，一碟香噴噴、賣相極之完美嘅星洲炒米就咁倒咗出嚟。我望住呢幕，心裏面真係百感交集。我問阿明：你以前最自豪自己炒嗰碟有血有肉有鑊氣嘅招牌小炒，點解而家變成咁？阿明點起一支煙，深深咁吸咗一口，眼神充滿無奈。佢同我講：阿強，你以為我想咁樣咩？我做廚師做咗30幾年，我比任何人都尊重傳統工藝，但係現實係殘酷嘅，喺2026年生存。如果我不引入呢啲冰冷嘅機器，我呢間鋪頭喺半年前就已經要執笠。阿明自爆咗一個令我極度心寒嘅餐飲業真相。佢話今時今日喺香港，傳統中菜廚師嘅死期真係已經到咗。大家可能會覺得咁樣做同食便利店嘅叮叮飯有乜嘢分別？我食炒粉麵就係想食師傅嘅手藝，想食嗰種人情味同技術。阿明冷笑咗一聲，佢話：你以為你平時喺外面食緊嘅真係傳統炒粉麵？大把鋪頭一早已經將呢種技術引進，只係大家唔知。佢同我拆解呢種機器炒菜，本質上其實插喺叮叮飯同傳統手炒之間，但係佢嘅運作模式比叮叮飯更加精準，亦比手炒更加高效。以前一個大廚要練到一碟乾炒牛河唔黐鑊，條條河粉完整，牛肉鮮嫩，起碼要喺廚房浸淫5至10年的時間。由拋鑊嘅力度、火候嘅控制、落生抽老抽嘅時機，全憑經驗同感覺。但係而家呢啲自動炒菜機入面全部都係電腦程序，幾多度電池加熱，個鼓要每分鐘轉多少圈，幾多秒嘅時候要落第一種醬汁，幾多秒要投入蔥段，全部都寫死晒喺程序入面。阿明話呢個運作系統其實極之聰明，每天朝早喺佢哋嘅中央廚房或者合作嘅冷鏈供應商那邊已經將所有食材處理好，牛肉切到幾多毫米厚，洋蔥絲幾多克，河粉用油預先拌勻過，全部一份份用機器封好，低溫運到鋪頭。當有客人落單，那個20歲嘅操作員阿明甚至唔肯稱呼佢為廚師，只需要按一下屏幕上嘅乾炒牛河按鈕，機器就會自動啟動預熱。操作員只需要按照屏幕提示，
在第幾十秒投入牛肉，第幾十秒投入河粉，時間一到，機器就會完成。出嚟嘅成品，無論係色澤、成熟度定係調味，都可以做到100%嘅標準化。你今日食係呢個味，下個月食亦係呢個味，甚至你開10家分店，10家分店嘅味道都可以完全一模一樣。聽落去好似好完美，好符合現代商業社會嘅高效率，對不對？但係我問阿明，咁樣做，中菜最靈魂嘅鑊氣去咗邊度？阿明搖搖頭話，好多人誤會咗鑊氣，以為只要夠熱就有鑊氣。其實鑊氣喺科學上係油脂同水分喺極高溫之下產生嘅微型氣化，加上食材表面同鐵鑊接觸時產生嘅美拉德反應，形成一種獨特嘅焦香味。傳統大廚拋鑊係為咗等食材喺空中同空氣充分接觸，帶走多餘嘅水氣，同時令到每粒米、每條河粉都均勻受熱而唔會變糊。機器雖然可以用好高功率嘅電磁加熱，溫度甚至可以比以前嘅炭爐、煤氣爐更穩定，個滾筒不斷翻滾亦能模擬拋鑊嘅動作，但係機器始終係死物。機器唔會睇到今日嘅河粉因為天氣潮濕而水分偏多，機器亦唔會感覺到今日批牛肉嘅油脂分布有咩唔同。所以機器炒出嚟嘅嘢只能夠叫做熟咗而且調味均勻嘅嘢食，它欠缺咗一種由大廚根據現場環境即時調整而產生嘅豐富層次感。那種微細嘅變化，就是我們以前所講嘅靈魂。但係點解老闆們明知無咗靈魂，都要一意孤行拋棄傳統廚師？阿明同我算咗一筆賬，聽完之後，我真係覺得成身打冷戰。呢個就係最現實、最令傳統飲食從業者心寒嘅地方。阿明話喺香港做餐飲，最大的3座大山：租金、人工、食材。觀塘呢啲商業工貿區，雖然話係工廈，但係而家嘅租金一點都唔平。加上晏晝放飯時間，就只有那一個多鐘頭，幾萬個打工仔同一時間湧出嚟。如果用傳統大廚，一個廚師一對手一隻鑊，就算佢速度再快，3分鐘炒一碟，1個鐘頭不眠不休，最多炒20碟。如果想做多啲生意，就要請多幾個大廚。咁問題就嚟啦。今時今日喺香港，請一個有經驗，可以掌控到鑊位嘅中菜大廚，月薪要多少錢？阿明伸出4隻手指，同我講，起碼要38000至45000元港幣，而且呢個價錢仲要未必請得到人。依家香港餐飲業面對好嚴重嘅人手斷層，50歲、60歲嗰批老一輩大廚開始步入退休年齡，有啲因為長年累月拋幾斤重嘅生鐵鑊，勞損到膊頭5肩，手腕發炎，根本做唔落去。而30歲、40歲嗰批，大部分都唔願意入中菜廚房，因為環境又熱又油膩，工時長，放假又少。至於20歲嘅後生仔，你想叫佢哋去學廚，入去由洗鑊做起，根本係天方夜譚。阿明話佢之前出到4萬元薪金請大廚，請返嚟嗰啲做咗2日就嫌辛苦，拍拍屁股走人。甚至有啲大廚恃住自己有技術，動不動就同老闆炒大鑊，一唔高興就集體請假，搞到鋪頭無法運作。但係自從引入咗呢幾部每部價值2萬幾元嘅自動炒菜機之後，成個局面完全逆轉咗。阿明話而家負責操作機器嘅後生仔，月薪只需要18000元，佢不需要任何廚藝背景，不需要識得分辨火候，甚至連拿刀切菜都唔需要，只要他識字，識得睇屏幕指示，能夠分得清邊包係牛肉，邊包係蔥段，培訓2天就可以立即返工。一部機器可以24小時不停運作，不會叫攰，不會請假，不需要供強積金，更加不會同老闆發脾氣。最重要嘅係，一部機器嘅出菜速度可以頂得上2個熟手大廚，2個人工加埋要8、9萬元，而家一個操作員加幾部機器，每個月成本直接減半。喺咁樣嘅經濟效益對比之下，邊個老闆還會傻到花大錢去請大廚？阿明講到呢度，面色變得更加凝重。佢話：強仔，
最令我心寒嘅唔係成本問題，而係當全香港嘅中菜館都發現呢條捷徑之後，會帶來一個乜嘢後果？後果就係傳統粵菜、中菜嘅烹飪工藝將會喺未來10年之內喺大眾餐飲市場入面徹底消失。大家試諗下，當一個行業不再需要後輩去傳承，當所有後生仔入到廚房都只是負責撕開包裝袋同冚製，咁邊個還會去研究點樣控制火候？邊個還會去研究點樣利用食材嘅特性去調味？當老一輩嘅大廚全部退休或者過身之後，呢種流傳咗幾百年、有血有肉有鑊氣嘅炒菜手藝就會正式宣告失傳。到那個時候，我們全香港市民每日食緊嘅，無論你表面上睇落去係一碟茶餐廳嘅肉絲炒麵，定係一盤川菜館嘅麻婆豆腐，它本質上都只不過係由工廠大廈中央廚房批量生產，加咗防腐劑同穩定劑嘅預製菜包，再透過一部冰冷嘅機器加熱攪拌出嚟嘅化學組合品。你以為你喺度享受緊美食，其實你只係吞咽緊一個個精準計算過嘅工業標準。我們食嘅不再係廚師嘅心思同手藝，而係高科技嘅代餐。我聽完阿明講呢番話，坐在餐廳張圓凳上面，望住外面開源道人來人往嘅上班族，心裏面真係有一種說不出嘅悲涼。我突然明白到點解近呢幾年好多人成日話去深圳食飯，去內地消費，話那邊嘅餐飲選擇又多又平。其實內地餐飲業引入自動化同預製菜嘅速度，比香港更加快，更加徹底。很多連鎖品牌一早已經做到全自動化，而香港作為一個曾經以美食天堂聞名，以精緻粵菜同港式茶餐廳文化自豪嘅城市，而家都不得不向這種效率至上嘅冰冷現實低頭。阿明見我一臉沉重，苦笑咗一聲，拍拍我膊頭話：算啦，世界要變，邊個阻得住？消費者要平，要快。你想食一碟用傳統手藝炒，充滿真鑊氣，由大廚精心烹調嘅乾炒牛河，喺未來可能不再是普通茶餐廳收你60-70元可以食得到嘅事。這種手藝會慢慢變成一種奢侈品，只會出現在那些每位消費幾千元嘅高級中菜廳、私人會所入面。到時普通平民百姓就只能夠接受這種由機器製造、無靈魂、味道千篇一律嘅叮叮飯式小炒。寫到呢度，我只想同各位觀眾講，下次當你哋去屋企附近嘅茶餐廳或者去工廈揾食嘅時候，如果你見到個廚房入面仲傳出轟隆轟隆嘅大火聲，仲見到有個師傅滿頭大汗，神情專注咁揮舞住隻大鐵鑊，請你好好珍惜嗰一餐，亦請你衷心同那位師傅講聲多謝，因為你食緊嘅每一啖，都可能係這個傳統手藝時代最後嘅餘暉。那種有血有肉，帶着人情味同真正鑊氣嘅味道，真係食一餐少一餐啦。大家對於呢種中菜全自動化、廚師即將失業嘅趨勢，又有乜嘢睇法？你寧願要一個速度快、味道精準但係無靈魂嘅機器小炒，定係願意花多點時間、花多點錢去支持一個可能炒到手痛、調味有時會有些微出入嘅傳統大廚？呢個餐飲業嘅寒冬同真相，真係值得我們每一個人去深思。